日本科学博物馆甲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合作，重现3万年前古早人经过太平洋乌潮航海实验，6年后正是讲有5个这个台湾日本人呢，以一台仿古早人打造的独木船，经过200多公里乌潮，成功为台东到日本与那国岛，也就是与那古尼，用行动证明讲古早人真正有可能为台湾移民到琉球。旧石器時代の祖先たちも同じように。あるいはもっと大変な困難を乗り越えて。伫无啊边船，一行人坐独木船伫欢呼声中上岸。出発から45時間、225kmを走破して。经过2港拍拼，总算为台东到与那古尼与那国岛。这个活动是由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甲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合作的。伫7月7、5月台日的船员，仿原始人坐独木船为台东乌石片港出发，无外口仪器甲设备拢用手爬船。最困难就是我们一出海就不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里，看到什么星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星，它是方位在哪里。为台东到日本与那国岛总航程是226公里，拢外靠这台长7.6公尺、宽70公分的独木船。在台湾本土证券商的赞助下，完整重现3万年前人類遷徙的場景。まずやっぱり日本と台湾の人と一緒にこれをできたということはとても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本当にたくさんいろんな協力があって、僕らも台湾のことをたくさん知るいい機会になりました。经过6年实验研究，总算大功告成。希望讲未来会使继续研究史前海洋文化，丰富民众对上古历史的认识。